来看中华河美哦，是全县人口第3济的庄头，也毋过才无火车，嘛无高铁站哦，敢若有3条公车的路线，交通是真无方便。公司按算6月开始要提供幸福巴士，来提供固定的车班甲提前注文的服务。这嘛是彰化县第4个有幸福巴士的庄头。 庄内时段伫标定头前等公车，有人是要去看病，有的要去活动中心。河美镇是中华人口第3济乡镇，但是镇内公共运输无利便，时段若要出门，就真伤脑筋。咱遮较庄卡吼，咱坐拢坐中华客运的，足袂方便的，因为拢上久、上紧拢头1点钟久一班。进前是拢叫计程车啦。 计程车若伫等的时间会甲咱加钱啊！即马若咱镇公所若有这吼，以后对咱里民较方便的。河美镇内无铁路，嘛敢若有3条公车路线，民众要坐车真无利便。镇公所表示，即阵人口老化对公共运输的需求大，河美镇为6月份开始启动幸福巴士，方便民众去镇内买物件、看病等等的需求。 长久以来，咱河美的交通呢，就是哪敢像一个孤儿安尼共款吼，较偏远的遮个里内呢，咱遮个士大人若准备入去街仔内，要卫生所买菜，拢非常的无方便吼。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所以才会申请幸福巴士。有申请的是竹塘乡、永靖乡、西周乡，还有和美镇4个乡镇，有包含固定 班次以及预约服务，总共有10条路线。中华公车因为营运甲车无司机等等的原因，一直咧调整减少车帮路线。住较市外的时段甲学生，若要出门就真无方便。中华监理站表示，彰化县26个乡镇市，目前有4个乡镇有幸福巴士，埔心乡甲大川乡嘛当咧筹备。公路局也积极推动辅导乡镇申请，目标是希望各乡镇拢有幸福巴士通坐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